主后2023年2月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确实伫遮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。雅各离开别是巴，要去哈兰，到一个所在，因为日落就伫遐歇眠，伊摕一块石头做枕头，伫遐困。伊梦见有一个腿踩伫地呢，腿的顶面拄天，有上帝使者伫腿呢起起落落。迄时，上主徛伫腿顶，讲：“我是上主，你的阿公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嘛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困的地，赏赐你甲你的后代。你的后代会亲像地上的土沙遐尼济，你的往东西南北发展，就像万族会因为你甲你的后代得到福气。你无论去倒位，我要甲你同在，保护你，嘛要带你倒来这个所在，拢袂放杀你，直到我实现对你讲的应允。”雅各对民望醒起来，就讲：“上主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。”伊真惊，讲：“这个所在有够可怕，这真正是上帝的厝，是天的门。”雅各透早起来，将伊做枕头的石裁做条，搁倒油伫迄顶面。伊甲迄个所在号做伯特利，这城本来叫做罗斯。雅各下愿讲：“上帝若甲我同在，一路保护我，搁互我有物通食，有衫通穿，互我平安倒来阮老爸的厝，我就尊上主，你做我的上帝。我裁起来做条，这块石头要做上帝的厝。所有你赏赐我的，我一定要献1/10互你。”以上。上主确实伫遮。古代的人认为石头是大地生命的象征，相信拜石头公会当保佑婴仔健壮，头壳坚定像石头，有辟邪等等的功能。1980年代，台湾流行小大家乐，真侪人相信中奖的号码会出现伫各种超自然现象中，所以若去庙宇求神拜佛，也纷纷膜拜石头公，会通得到报名牌。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，这段的经文对非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头一个印象真可能是原来雅各在拜石头公，拄亲像印度电影《来自星星的傻瓜》，男主角为着挑战信仰，伫路边凊彩捡一块石头抹红花，伫边仔囥钱，竟然吸引一堆人来膜拜。基督徒敬拜上主，若只是为着满足个人欲望，这和拜石头公并无差别。古时代有济神明，因为安尼知影安怎分辨外邦人的神明甲犹太人的上帝，就非常重要。当雅各梦见上帝，上帝特别强调：“我是上主，你阿公亚伯拉罕的上帝，
嘛是以撒的上帝。上帝就是要互雅各认捌，伊并毋是外邦的神明，是伊阿公和老爸的上帝。所以，正确认捌上主，才袂将伊当作是外邦神明来拜。总是雅各当路时也无认捌上主，所以用交易的方式系阮讲：上帝若甲我同在，一路保护我，搁互我有面通食，有衫通穿，互我平安倒来阮老爸的厝，我就尊上主你做我的上帝。雅各接续用菜石头做上帝的厝，和奉献1/10做交易的筹码，将上主当作是石头公伫拜。总是对着时间过去，当伊经历上主的作为，伊的信仰也对交易式的信仰变成敬虔的信仰。宗教解决家加尔文认为，敬虔有2个原则：第一，用纯洁的心听上主；第二，惊得罪上主较大过惊死亡。基督徒的奉献，并毋是做交易的筹码，搁较毋是名声甲地位的象征，是纯洁听主的表现。可惜的是，检测受到成功神学的影响，真侪基督徒奉献的心无搁再单纯，拄亲像人伫嘲笑基督徒的话：上帝啊，求你使我食，使我穿，使我欠钱毋免还，阿们。毋知伫时开始，真侪基督徒无搁再惊得罪上主，也毋知自伫时开始，上主的神圣空间受束限伫教会的建筑内面，搁简单局限伫讲台顶。值得省思的是，不少基督徒简单伫教会内才表现出敬虔，若是踏出教会外，信仰简单做参考那定。雅各困醒以后的头一句话讲：上主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。这提醒咱，上主并毋是受空间限制。所以，咱爱小心，避免伫即所在得罪上主。上主真正伫遮，提醒咱爱随时随地保持敬虔的心，爱敬畏上主，较过头对死亡的惊吓。默想，伫生分环境中，我伫倒位看见上主？我认捌的上主，甲其他的神明有甚物无共？伫生分环境中，我伫倒位看见上主？我认捌的上主，甲其他的神明有甚物无共？做来祈祷，无所不在的上主，无论我去倒位，你确实甲我同在。我愿意随时保持敬虔的心，仰望你的面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